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伫你面前，即个圣诞的前，阮备办阮的心，求你通过今仔日阮所要分享你的话，互阮搁一摆深知，阮是你的囝儿，是属伫天国的国民。求你坚固阮的信心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有创一个迄个 PowerPoint 吼，看两个人，即两个人吼，这是我吼伫无意中看到因的故事啦吼。即两个人，一个叫做Andy Clanton， 一个 Umar Akbar Momen。即两个人吼，我读到因的故事，迄个故事讲 Toronto Star 有即个意思。Toronto Star 是吼2018年11月28登因的故事。我即摆要讲即个故事互恁听。即两个吼，即个迄边迄个是对阿富汗来的难民。伊对 Pakistan 来到加拿大，要去住伫迄个汉密尔顿。迄个文章内底讲，因一家伙拢总18个，毋知是遐济我毋知，18个人。因到汉密尔顿迄阵吼，入去因人已经准备，因是对阿富汗来的难民嘛吼。伊去住伫人替因准备好迄个 apartment， 3间房的 apartment，18个住3间房嘛是真客啦，就是安尼尔，因住入去。迄日因到的时候，也无电也无水，毋知迄个大楼有出问题。迄日因8月哦，因到的时间是2012的8月当热的时。因18个人来到加拿大，对巴基斯坦到加拿大，住入去无电阁无水，你会当想象因偌艰苦。因咧艰苦的时候，隔壁有人来弄门，因甲伊开门，是住伫共楼内底的一个少年人，就是 Andy Clanton。伊知影因来的。伊嘛知影，伊住伫迄间大楼，伊嘛知影无电阁无水，伊真有疼心，伊摕水去互因，去讲因的门，摕水互因。当然伊也袂晓讲阿富汗的话，阿富汗遮人言语嘛毋是外敖。因伊伫遐摕水互因，甲因关心了，因就变好朋友啦。迄个时阵变好朋友。即个 Andy Clanton 吼，甲伊讲，即个人伫阿富汗是咧做医生啦，吼。伊讲伊甲伊勉强会当用英语讲话啦，有时吼，即个 Andy Clanton 是一个护士啦，伊是查甫护士，所以伊讲伊捌一寡迄个医学的名词吼是拉丁文，即个是医生嘛，所以因小可会当安尼沟通啦。两个变真好朋友。因为伊也护士吼，伊上班的时间无一定，所以常常做伙啉茶啦，就变做真好的朋友。2015吼，即个 Dr. Akbar 心脏开刀啦，毋知安怎吼，上着药剂，药剂歹去，医生讲伊爱换药剂啦。换药剂上简单就是对因兜即群18个嘛，去看啥人会下，去试拢总袂下。因真急。这 Andy 吼，伊讲伊属于一个基督徒的团体，叫做 Move In， 迄是专门一群基督徒伫关心新来加拿大的难民甲遐需要帮助的人，所以伊真拍拼。伊甲迄个 Move In 的大家甲伊斗想办法，去找看有迄个会当。会当甲伊做迄个 kidney transplant 迄个移植吼，拢总找无，伊的囡仔嘛拢无法度，毋知影是安怎。有一日咧开讲的时候，
啊，你讲咱逐个拢直直找，直直找，啊，你哪会袂想讲要叫我来嚟验血看卖咧？有影吼，所以就叫伊去验血。伊验起来讲会使啦，会使。啊吼，我先甲恁讲结果啦。结果吼，即个案例哦，29岁，伊有一个某，佮2个囝，伊吼决定要植入药脂，互即个Dr. Akbar。伊有去开刀，伫2018年的5月，2个去开刀，啊，即摆2个拢好势。不过 ，Toronto Star 甲伊访问的时候，有一项我足感谢有即个人，伊讲真清楚，伊讲我吼老实讲，我讲去验血，我是咧凊彩讲的吼。啊，我若知影去验起来会使啦，啊会使即摆啊伊。问足侪人拢袂使啊！啊，我头一个会使。我即摆决定安尼，要互伊讲听人、关心人拢好讲哦。逐个拢袂使，敢若你会使哦，你要互伊无？伊到尾啊讲吼，伊祈祷上帝，伊当然甲伊的负责人、甲伊的囡仔讲了，决定要互伊。伊讲吼，我感谢上帝，我身躯养养，我会当做即个代志。毋过，我要甲你讲，我真正感觉我应该学耶稣。伊性命都会让互人，我一粒药剂互人，哪会袂使？伊伫伊的迄个，恁若有注意吼，恁转去 Google， 迄拢有当看。伊决定要互伊，伊讲我是感觉我。即个伊讲要做迄个决断，毋是遐尼简单啦，吼。所以我感觉即吼，即迄是2018 11月28，圣诞节都要到啊，迄个时阵，我讲即圣诞节故事足好诶吼。咱伫即个抬杠节的时候，咱逐个要过圣诞节，我要搁用一个 PowerPoint 吼，即个搁一个 PowerPoint 吼。我想恁捌看到即字无 ？Christmas 吼，我去 Google 去看即个是啥物意思啦？早时的基督徒吼，讲希腊文的 X 吼 ，CH 吼是基督的意思啦，所以伊用基督安尼 Mass 安尼吼。不过我足侪年前吼读一篇文章吼，我永远会记的，有一个即敢若是东人写的，是敢若是中国人，就是台湾人写的。伊讲吼，即字吼，叫人逐个毋好用啦。伊讲安怎你知影？伊讲吼 ，X 是代用 Christ Mass 是 Christmas 对吼 ，X 就是 Christ 的所在对无 ？X MAS。伊讲 X 是啥？恁读大数的人拢知影吼 ，X 是毋知的物件呢，是毋是？你大数要找，就是找看 X 是啥对吧？所以 X 是未知数。伊讲你圣诞节吼，基督 Christ 用未知数个代表，啊，个人存 MAS，M 是啥呢？圣诞节你庆祝啥？毋知？啊，敢若知影 MAS 吼，原本的意思是 mass， 你知迄个天主教望弥撒是因的礼拜的意思啦，所以 Christmas 是敬拜基督的意思啦。啊，你即摆讲话 X 就敬拜啥毋知，啊，敢若剩 MAS， 啊 M 就是啥 ？M 就是 money， 哦，圣诞节到爱欠钱，爱买物件互人。啊 A 咧 ，A 的 amusement， 爱开 party 吼。啊 S 咧 ，S 唱一寡圣诞歌，大家 happy。啊，要庆祝啥毋知？啊，知影讲，迄阵啊爱准备钱，啊爱开 party， 啊搁唱歌，安尼尔。对不对？你有可能袂赞成我讲安尼啦，我嘛无歹意思啦。不过我要讲的是吼，即摆人庆祝圣诞节，真正敢若剩 MAS 呢？你敢无感觉？伫咱的周围，咱做基督徒，咱会使安尼袂？
我想咱袂安尼嘛，啊，若嘛毋敢安尼啦，我想，总是，这是咱真通警醒的所在。我伫准备这个工作，我定定想讲，这袂输吼，人送你一个礼物吼，譬如讲圣诞节是人送你一个礼物，啊，礼物人拢用纸包，迄包装纸包甲足水的吼。人礼物送你，包装纸包甲足水的，你安怎处理迄个包装纸？拆开敢毋是？你爱的毋是包装纸呢？你爱是物件内底迄个物件。因为即款的庆祝圣诞的风景哦，袂输干那伫庆祝迄个包装纸。要紧的是内底迄个物件，敢是？包装纸到尾拢等你插，摕内底的物件较要紧。咱今仔日伫读的圣经吼，咱今仔日伫读的圣经。耶稣甲彼得多的对话，耶稣甲彼得多的对话，这吼，我要用今仔日我的题目吼，耶稣讲，我的国毋是属这世间。耶稣即句话吼，是将所有人的包装纸拢总拆现上，伊差不多是宣告。伊来即个世间的目的，伊尾也有讲呢。伊彼得多问伊讲：“你是王？”伊讲：“你讲我是王。”耶稣讲：“我为着安尼来世间，我为着安尼出世。”这是耶稣的宣言呢。伊迄个时阵做即个宣言哦，彼得多无咧甲先斗啦。你即个凡人，你是咧讲甲大细声，总是即句话对咱做基督徒来听。是真要紧的一句话。耶稣宣告，伊来这个世间要怎样？伊的国家都毋是属这个世间。一个国家，你要有一个国家，一定需要军队。所有的帝国拢总用武力出来，属世间的帝国拢总用武力。无一个国家无军队啦，大家拢有。以色列人因要建国的时，出埃及去到耶利哥，因征服耶利哥城，敢是用武力？大逼杀死歌利亚，迄嘛是武力。耶稣伫彼得多的面头前甲伊讲：“我的国毋是属伫世间。”耶稣有国，伊讲伊家己，伊承认伊有国，所以彼得多过来甲问讲：安尼你毋就是王呢？你若有国的是，你就是你要怎有王？你要做王是啥物意思？你王就是要革命嘛。今仔日你想要伫罗马帝国的，譬如你要做王哦，啊你要对罗马帝国，你要反是无？差不多是问安尼嘛，总是耶稣甲伊应讲，我的国毋是属这个世间。彼得多听无呢？彼得多听无？对彼得多来想吼，所有的国拢嘛是用武力建立起来。毛泽东讲枪杆子出政权，敢袂啊？对无？拢用武力嘛。照彼得多迄个时阵的彼得多所在。迄个前啊，所有的帝国对埃及开始，埃及巴比伦、叙利亚、希腊，到今仔日的罗马帝国，倒一个毋是用武力建立起来？对伊来讲，无武力，无可能有国度啦。总是耶稣徛伫伊的面前，讲我的国毋是属这个世间。你的国是啥物国？你的国是啥物国？过落去，彼得多甲耶稣的对话，对第37节开始，伊问讲你是王是无？耶稣讲，你讲我是王，我无家己讲我是王。这耶稣真好，伊无讲，讲你讲我是王，啊，我为着安尼来世间出世。
间接着耶稣嘛是讲，我就是要来做王，敢毋是？我就是要做王。伊讲我是为着安尼我才来世间，所以耶稣无直接甲伊讲我是啊，毋是。毋过伊所用的，其实耶稣是讲是。啊，耶稣过来讲，我是来遮要来为着真理做见证。听我的人拢捌真理。彼得都过落去问讲，什么是真理？约翰甲咱讲，伊问迄句话了，伊出去离开耶稣出去。彼得都问什么是真理？你感觉想，伊即个人哦，即个人，伊实在真无彩，你敢知影？伊问什么是真理？互伊问即个人哦，世间敢若伊捌讲我是真理，敢若伊捌讲尔咧，无人捌讲咧。伊伫耶稣甲耶稣面对面，伊问迄个问题，伊根本都无想要摕答案，伊问了伊出去。我想伊心肝内一定想讲，什么是真理？拳头某倒了的就是真理啦。我有这条压力，这我就是真理啦。对伊来看，就是安尼尔。一个徛伫伊的面头前，的一个犯人，你咧讲真理，你要讲什么真理？你哪有真理？咱知耶稣讲的真理，毋是是非对毋对即个问题，毋是。当然真理甲这有关系啦。耶稣在讲真理什么意思？我想耶稣在讲的真理的意思是哦，伊讲伊的国无属伫即个世间，即项是真理啦。即项是真理，即项本身就是真理。啊，搁一个，伊的国毋是属即个世间，即个世间所有的毋是遮的人在管，是上帝在管，上帝在掌管即个真理啦。耶稣讲，伊来要为着真理做见证。什么真理？迄个真理是我的国无属伫即个世间，这是真理。用耶稣即句话，是咧吼，我今仔日毋知安怎。用耶稣讲即句话吼，咱来看圣诞节的意思。咱伫庆祝圣诞节吼。咱耶稣即句话，你若用圣诞节的 context 来看的是，耶稣是伫甲咱讲，圣诞节的中心伫倒呢？圣诞的中心就是上帝伫掌管，上帝还阁伫掌管这个世界。伊讲我为着安尼来出世，我为着安尼临到世间，为着真理做见证，这是真要紧，咱都要会记得的。上耶稣基督的国度，毋是用武力，总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到即嘛还阁伫咱的中间。帝国偌济兴起灭亡，变来变去，偌济独裁者，因当权的时会当欺负因的百姓。要做总会使做，拳头无较大粒，因讲的拢是真理，因今仔是伫倒呀？耶稣的国度还阁伫咱的中间，无属这个世界。耶稣讲我无属这个世界，毋是讲咱做基督徒拢离开这个世界，毋是啦。耶稣说的讲我无属这个世界是，伊讲听我的人。捌真理啦，听伊的人会做一寡普通人想袂到的代志啦。亲像我拄仔讲迄个故事，迄个少年人29岁少年人，伊对耶稣的想象，伊是讲我经过真思考了，伊感觉我要学耶稣做耶稣做。伊又讲，我迄个时阵，我有想，假使若耶稣伫遮的时，
耶稣会安怎做？耶稣连性命都互人安怎一个标志？伊讲，我想讲，耶稣若伫遮时，伊安怎做？因为我真感谢上帝，互咱有即款人的模范呢。伊讲，伊做即个代志是出于伊做基督徒，要学耶稣，要亲像耶稣安尼。即款的行为啊，无属伫即个世界。世界是拢用咱兄弟做兄弟，安怎是有利害互相关系？亲像即款的见证，咱实在是真感谢上帝。咱毋通袂记得圣诞的最中心的意义是上帝赏赐咱伊的独生囝。我要搁读一个故事吼，这个故事毋知啥物人写，我毋知啦，是我读到的呢。讲有，伊讲这个故事开始的时，讲有一个不遮好业的人吼，伊去花店，伊讲因老母带伊离开伊住的所在，爱差不多200迈啊。所以伊有一日感觉讲这吼，圣诞节到，就爱来买一个花送互妈妈。伊去花店去注文一个花，开100块买花，100块会当买真好的花啊吼。就讲拜托花店，怎用迄落要怎讲？用迄落邮寄迄款，伊当叫迄边的花店从迄款的吼，就伊讲迄钱拢未买出安尼，伊开100外箍，做这样代志，伊做了的时，伊感觉人不感觉，伊个家己讲啊 ，I'm pretty good 吼，我开几百箍，买花叫因送去互阮老母。伊出去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坐伫这花店的头前，一个查某囡仔坐伫遐，看起来真无合必的款。伊甲伊问讲，你是安怎？迄个时阵吼，伊迄个故事的时，像阮这老岁仔若无代无志拄着查某囡仔，就去共问吼，迄会去互人告呢吼。迄个时阵还未互人告啦吼，还袂使讲的，共问讲你是安怎？迄个查某囡仔讲，我想要买一蕊花吼，我看一蕊花足水的，我想要买，爱5箍啦吼，我敢若有3箍啦尔。这个人就讲，你要买花送你妈妈，嘿啊，我都无够钱。我来，伊讲伊有看到3箍的啦，3箍的伤歹伊卖啦，伊要买较好要送妈妈。伊讲迄人讲来，咱来看嘛，你来倒一蕊来看，去看，看一蕊，迄个人甲伊出钱，互伊买会当买蕊花。了后甲讲 ，OK， 你即摆会当摕花去互恁妈妈。迄查某囝想想，毋过我毋知影要安怎互伊呢？这个人讲，这个人一个就想着讲，可能是离婚，伊甲因爸爸做伙大，伊要找因妈妈，因妈妈就离岛遐爱驶车，伊袂当去。我袂安怎互恁妈妈。讲我载你来去啦。后个即嘛嘛袂使后壁载人去吼，迄个时阵还佫会使吼。伊载迄个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去。查某囡仔甲报路，直直报，报到一个所在边仔拢无厝，停落来，佫甲讲你停落来，我行来，我来找我妈妈就好，你免来，你踮遮等我。迄人一个看，伊伫王仔埔的边仔咧，伫王仔埔啦。所以伊就互迄查某囡仔出去，伊看迄个查某囡仔摕迄蕊花去到一个墓的头前，放伫遐，佫倒转来。伊讲伊要载伊转去厝的啦，所以载这查某囡转去因兜，在去拄着因爸爸甲因哥哥弟弟才知影讲因妈妈无偌久以前过身去，这个查某囡仔用心计较，要摕一蕊花去送妈妈。
这个人哦，听到安尼时吼，伊感觉讲，我拄啊开100块买花，叫因送去互阮老母，我感觉我袂甲若歹安尼。伊吼，迄个查某囡仔转去了，伊车驶咧，佮转去花店，甲花店讲，拄啊我买遐花，你互我。伊讲我甘愿使200迈哦，要送即个花来互阮老母。因讲啊你是安怎？啊你毋是要叫阮甲你向个用咯？伊用英语讲 ，You never know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next。有机会是爱做，我要送花，驶200迈哦，不要紧，要来摕花来互阮妈妈，因为搁较水的包装纸吼，有一日会等伊送。过几礼拜后，圣诞节过了，所有的电话真水，好啦。我毋是讲这毋好，真好。总是咱毋通过头注重这，袂记得什么是上要紧的代志。耶稣甲咱讲，我的国毋是属这个世间。要紧，咱爱改变咱的心灵。伊的出世，互咱知影上帝的疼。伊的国度是真理的国度，无属这世间，毋是亲像人所起迄款帝国。我望咱敢若会记得，我今仔日的讲道题目，耶稣所讲的，我的国毋是属这个世间。啊，咱既然若是上帝国的子民，咱是基督徒，列位，咱的国应该嘛毋是属这个世间。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通过阮主耶稣的话，互阮搁一摆反省，伫即个庆祝圣诞的时，阮常常用物质看比阮的信仰较要紧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你所付的代价是偌尼大，互你的囝来即个世间，阮得到恩典的人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成做你的囝儿，成做上帝国的国民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晓活出你的囝儿，属天的国民应该有的本分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